因为皇帝在位的时较少岁，在朝的确着有人监督。凡若有着奏章钦点赐封者的证书，就通料理，所以怪不得不着随廉听政，前有出诏定规，准皇帝学习教国政教法，才通本身治国。到打10数年久，圣上已经日日勤苦，年年进德，会晓主裁奏章的是非，批评古今的义理，判断正事。所以今仔日太后宣召皇亲来御旨讲，今年当祭皇帝得要本身祭过天地，也搁入钦天监督选明年的吉日，通互圣上定吉。